城中城大火引起大家去注意到旧大楼的消防问题。高雄市长陈其迈就下令，稽查市内34栋无管理委员会商业客家混合大楼。今日下晡，市府的相关单位就查到盐埕区有2栋40年以上的大楼，伊的污水系统各样，消防门嘛关不起来，结果会造成严重问题的消防问题。 来到盐埕，这栋超过40年的大楼，对电梯行出来，电火真暗，有的天棚已经落落来，遮一间一间拢是套房，真济已经无人住。这边有人住。这栋大楼原本200多户，即马剩20户，大部分是独居。大楼因为无收管理费，是靠基地台租金来维持。主委表示，大楼虽然旧，基本的消防设施拢有，当年嘛通过检查，即马听到城中城大火，嘛会紧张。我们其实会很紧张啊，我们很紧张，所以我们这2天有要求讲，恁内底脑电线老旧的，尤其是延长线的部分，我们会加以宣导。 延长线的部分的话，恁把它换掉。注意讲，其实因嘛受买途径，毋过大楼产权复杂，去年后台盐特别收回。伫盐埕区寻求这款超过30年的大楼袂少，旧公寓嘛真济。经济统计，高雄市超过30年的老厝拢总有56万栋。议员批评市府对城中城这款危险老厝无管理，应该要全面清查。 如果碍于现行的法令，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律的程序，然后公权力有效的去做协助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些未爆弹在高雄市还存在着多少老旧大楼都存在一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在超过30年以上。 属于这种没有管委会的这种住商混合大楼总共有34座，务必在3天内完成全面的体检。除了针对无管委会大楼体检，都发局表示，因即马会增加多间的监督站，协助住户改建老厝。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